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6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9天。前线一共发生147起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俄军昨日全天一共是28次进攻，这个战斗非常惨烈28次进攻一共投入112人，其中65人阵亡，32人重伤，15人幸存。这个单日数字中的死伤比2比1，幸存者只有13%，说明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战场战斗是相当的惨烈。当然这只是单方视角下的一个局部单日数字，不能代表整个战场。这些每日就是骑着摩托车冲锋的人基本上有来无回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深入敌后，8月6日，乌克兰一次大胆深入袭击，造成334名俄罗斯士兵死亡，超过550人受伤。乌克兰特种部队战士乘坐直升机潜入敌后，然后使用龙式无人机、突击步枪、机枪和榴弹发射器发动定点攻击。此次袭击是由乌克兰军中的多支部队实施。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乌军是精锐部队叫卢比日第4作战旅、自由力量第4作战营，猛轰并歼灭俄军机械化进攻。在这个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试图从两翼包围库皮扬斯克，不从正面进攻要包抄城市两侧，但是乌军是坚守阵地。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再次向普拉夫尼和斯捷普诺希尔斯克推进，乌军取得成功后，俄军准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在查索菲亚尔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沿运河和采石场推进，试图突破至奥列克谢耶窝和德鲁日科夫卡，并打击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补给线。乌克兰安全局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进行夜间突袭期间，摧毁了俄军的 S-500 雷达站。该系统号称探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隐形战斗机，也就是把俄军最先进的 S-500 的雷达站摧毁了。此外，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大战还是一如既往的在进行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军队不断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和该市发动袭击。最近，占领者炮击了奥里西夫市。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科瓦连科表示，占领军一直在炮击扎波罗热和该州。遗憾的是，炮击的强度越来越大。我们在过去几周里一直记录着这些情况。在过去一天里，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州进行了723次炮击。此外，他还指出，无人机数量大幅增加，达到了556架。首先是 FPV 无人机，然后他们照例使用了火炮、多管火箭炮和航空武器。此外，俄罗斯军队还用攻击无人机袭击了第聂伯罗，袭击导致部分城市断电断水。菲拉托夫指出，犹如对第聂伯罗又一次袭击，全市共有13栋高层建筑受损，居民家中超过3000扇窗户被毁。8月8号俄罗斯多个地区收到特殊的警报，乌克兰军队开始用卡车发射 FPV 无人机，瞄准俄本土机场搞袭击，也就是蛛网行动斯拉托夫州的恩格斯机场、罗斯托夫州的和伏尔加格勒州的多个设施都被列进了威胁清单，也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又升级。此前可能隐藏在树林里发射，现在直接装在卡车里移动发射，打完就撤，俄军追踪难度加大。乌军的这次卡车发射的新战术确实让俄方压力倍增。FPV 无人机机体小，速度快，卡车又能在公路上快速移动，传统防空系统很难提前锁定目标。俄罗斯军事分析专家说这种移动发射点模式可能成为乌军未来袭击俄本土的标配，尤其是在俄乌边境附近的交通要道上。根据这个电报频道报道在俄罗斯库班地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和库班河畔斯拉维扬斯克的军事单位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8月7日上午，库班州州长坎德拉基耶夫表示，库班河畔斯拉维扬斯克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1人受伤。据当地居民称库班河畔斯拉维扬斯克的61661军事单位起火，当地紧急情况部门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在无人机袭击后，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仍在持续燃烧，事件的其他细节尚不清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夜在俄罗斯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82架乌克兰无人机。自2024年初以来，俄罗斯炼油厂经常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一些炼油厂的原油加工设备遭到破坏，需要维修。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说乌军即将发动进攻，战争必须以
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结束，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胜利，而不是撤退。我们有计划，仅靠防御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谢尔斯基说，也就是最近恐怕乌军要在某一个新的地方要出其不意要反击俄罗斯。8月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进行了晚间的例行讲话。在这个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说今天与合作伙伴进行了许多会谈和磋商，在相关进程中，欧洲声音必须发挥作用，乌克兰理应参与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释放出积极信号，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今天将举行乌克兰、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安全顾问会议，特朗普总统代表也将出席。我们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8月8日，德国领导层秘密决定关闭俄罗斯主要大众媒体在德国的办事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塔斯社透露了这一消息。据悉，德国当局因安全威胁，决定全面停止俄罗斯媒体在该国境内的工作。消息人士称德国方面认为应该逐步排挤他们，以便向俄罗斯隐瞒德国方面相应指令的存在，同时也避免激起针对俄罗斯工作的德国记者的报复行动。今年6月，有消息称德国尚未延长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驻德国代表处负责人叫费奥克季斯托夫的拘留许可。德国国家移民要求这位俄罗斯记者在8月19日前离开联邦德国领土。2024年11月，德国拒绝向3名俄罗斯记者发放拘留许可。据称，这3人分别是今日俄罗斯的1名前雇员和2名俄罗斯第一频道的雇员。什么意思呢？就是德国开始清除俄罗斯的这个影响，有计划有部署的清除俄罗斯宣传人员。德国总理莫尔茨访问波兰，波兰正式向德国恳求驻军，这个真是讽刺的一幕几十年前德国人进入波兰的时候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是现在呢，波兰人却恳请德国派部队进驻波兰。这是为什么？因为80年前的德国是纳粹德国，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民主的德国。目前的形势尤其是波兰要想对抗俄罗斯的这个威胁，最现实的最有可能的也就是紧紧的抱住德国。所以波兰人居然向德国发出了驻军的请求。德国现在已经在立陶宛派了部队，虽然人不多但这就是存在。那么如果向波兰派部队的话，那对俄罗斯的这个意味就非常明显。8月8号特朗普宣布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说这2个国家已经交战多年，导致数千人死亡，许多领导人试图调解结束战争，但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我的与双方接触已经有一段时间，明天阿利耶夫总统和帕西尼扬总理将和我一起在白宫举行正式的和平签署仪式，还将与2国签署双边协议，共同追求经济机会，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南高加索地区的潜力。我为这些勇敢的领导人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民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对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美国和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都是俄罗斯邻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曾经的独联体成员，本属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个已经有200多年了。结果现在不远万里跑到美国去签订合约，可以说把俄罗斯和地保老人的脸打得啪啪响，而且在地上摩擦俄罗斯连自己家门口后花园的事都主导不了，还谈什么地缘政治？俄罗斯所津津乐道的地缘政治，实际上已经输得裤衩子都没穿了。自己的后花园不管怎么说让美国人把手伸进去了，出了事情都是到美国去调解这2天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接下来特朗普和普京的会面很有可能就在下周。那么关于特朗普和普京的会面呢，这个众说纷纭现在似乎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到莫斯科与普京见面以后双方就开始打电话摇人普京拿起电话就挨个的分别排名不分先后给这个南非的总统，给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给巴西总统卢拉，给这个大国的主席，甚至还给印度总理莫迪挨个打电话。打电话说什么呢？就是通报了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调解问题上的对话进展，包括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会谈的主要成果。我能想象到普京为什么打电话，他一定是兴高采烈的说哥们儿，我缓过来了然后就暗示对吧，吃我的拿我的占了我便宜的准备退回来吧。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安抚，对不对？甚至还有他自己这个下一步的计划。我想他一定会说的，因为这里面涉及
及到这个，因为特朗普毕竟是拿2级制裁说是已经给印度对吧来了一下了，所以一定要安抚对吧，让穆迪要顶住不能被特朗普一制裁你就不买咱们家的油了。那特朗普这边呢，也分别给欧洲打了个电话，邀请了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还有这个芬兰的总统、德国总理莫尔茨就这些人。然后泽连斯基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维特科夫，特朗普也对他们进行了一顿通报，完了这个说他要跟普京见面，唯独没有叫马克龙。事后泽连斯基给马克龙打了电话，说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并未出席泽连斯基、特朗普以及欧洲领导人之间的通话。该通话讨论了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与普京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根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结果，马克龙表示坚持这样一种安排：首先俄罗斯同意停火，之后再启动谈判。你看这就是马克龙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而泽连斯基那是支持马克龙的这个方案，就是先停火再谈判。而特朗普显然不可能，他需要乌克兰要做出某些让步，普京满意了，然后再谈判停火。你看马克龙的意思就是先停火，别打了，然后再坐下来谈，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马克龙他在推特上说我向乌克兰总统确认，法国完全支持建立停火机制，以启动关于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该方案捍卫乌克兰的合法权利，并保障其安全以及全体欧洲人的安全。需要指出的是，泽连斯基今天也提出了相同的论述，先实现停火，然后再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方面则表示，在与普京的会谈中可能会讨论领土问题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西方媒体已报道称，欧洲和基辅方面对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进行的谈判持怀疑态度，也就是特朗普很有可能在与普京的会面中要出卖乌克兰。特朗普7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和他会晤之前不必先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7日晚表示乌克兰参与谈判才公平。泽连斯基表达出对美俄直接谈判的担忧。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当前似乎在释放停火信号，但乌方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在协议细节上遭到欺骗。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停火安排都必须以维护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俄罗斯在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们逐字审视。他指出，我们不能被表面的和平姿态迷惑。为了进一步强化国家内部治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任命奥列克桑德·齐文斯基为国家经济安全局局长，并表示政府将继续推进反腐与制度改革，以巩固国内稳定和国际信任。分析人士认为他说俄方近期多次释放缓和信号，可能意在争取时间或调整战略，而乌克兰在战场和外交双线作战背景下，更需谨慎评估任何潜在停火提案的真实意图。而普京也发表了讲话，普京提出了和平的承诺，说如果基辅放弃4个地区并退出北约，他将立即停火。普京已设定了立即停火的条件，他要求乌克兰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全部撤出，并正式放弃加入北约。一旦基辅同意这些措施，俄罗斯将立即宣布停火。大家可以看视频Наши условия для начала такого разговора просты и сводятся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ведены из Донецкой,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Херсонской 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ричем,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именно со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этих регионов в пределах их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границ, которы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на момент их вхождения в Украину. Как только в Киеве заявя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ы к такому решению и начнут реальный вывод войск из этих регионов, а так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уведомят об отказе от планов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НАТО,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буквально в ту же минуту, последует приказ 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 и нач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вторю, мы это сделаем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гарантируем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ый и безопасный отвод украинских част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ий.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хотели бы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что такое решение и о выводе войск, и о внеблоковом статусе, и о начале диалога с Россией, от которого зависит будущ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Украины, в Киеве будут принима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исходя из сложившихся реалий и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подлинны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 не по западной указке. Хот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существует, конечно,
большие сомнения. 俄罗斯人的话呀，首先是不能信，一个字都不能信。其次啊，普京的这个要求啊，说来说去就是以土地换和平。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去和普京见面啊，实际上从目前这个蛛丝马迹来看啊，是把乌克兰给卖了，对乌克兰非常不利。当然了，对俄罗斯也不一定有利啊。乌克兰媒体报道了美国承认俄罗斯占领土地的停火方案，表面上看选择的是停战而不是和平，并将领土正式从认定搁置。也就是说啊，咱们前几天说的就是乌东4个州在49年到99年之间都不解决，就是搁置争议，以避免即时的军事冲突，这是一种现实选择。什么意思呢？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不放弃乌东4个州，这乌东4个州的主权还是乌克兰的。那从俄罗斯角度来说呢，俄罗斯实际上出兵啊，占领了这4个地方。他在这个，或者是换种说法，就是俄罗斯有在这4个地方驻军的权利啊，就像上个世纪对吧？这个日本，然后俄罗斯或者沙俄，或者是后来是苏联，有权利在某些国家对吧？那个什么东北啊驻军，一个道理啊，这就是驻军。然后这个乌东4个州啊自治保持现状，49年到99年之间都不提。实际上啊，这个可以说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结果。在国际秩序的原则下，可能会开创一个重大的先例，就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先占了再说，占了之后咱们以后再聊，反正我先占了，这么个逻辑啊。对俄罗斯来说啊，虽然制裁解除和重返能源市场是巨大的利益，但没有得到北约不扩张的保证，这是一种让步，对吧？根据昨天啊美国媒体报道的这个方案，那乌克兰是可以加入北约的，然后美国还继续向乌克兰援助武器，但是是防御性武器。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啊，他说基辅已准备好讨论前线停火，但坚决拒绝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对备战领土的控制。乌克兰宪法禁止总统或议会单方面改变国家边界。泽连斯基承认，通过武力完全收回所有的领土已变得不可行，必须探索外交替代方案。英国《卫报》8月8日报道啊，他说波兰总理图斯克对记者表示啊，他如今早与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并认为俄乌冲突可能很快冻结。图斯克表示啊，出现了一些信号，我也有直觉，或许冲突会冻结。我不想说战争结束，但冲突会冻结，这可能很快会发生。图斯克补充说啊，他说今天是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泽连斯基非常谨慎，但仍持乐观态度。乌方非常希望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国家参与塑造未来的停火及后续和平。但是啊，这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就是国防部长啊华莱士表明了英国的态度啊，说英国必须参与关于乌克兰和平协议的谈判。这是英国发出了力挺乌克兰的最强音呢，就是英国要参与谈判。他说啊，只有这个欧洲拥有核国家的参与，才能阻止美国和俄罗斯对泽连斯基的欺凌。这话说的非常赤裸裸了啊！只有英国挺身而出啊，才能帮助乌克兰免遭特朗普和普京的叫霸凌。他说，美国和俄罗斯正向乌克兰施压，迫使后者接受一份不利的协议。华莱士表示啊，欧洲国家的参与谈判最好是英国或法国这样的拥核国家，将帮助泽连斯基对抗普京和特朗普。华莱士指出啊，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据称已在全力恐吓这位勇敢的乌克兰总统，要求他做出让步。这个媒体报道啊，这个恐吓啊已经到来。这个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将部分原本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归还给美国军火库。据该报道，一份备忘录已经准备好，此举将补充美国的军火库，但可能导致乌克兰失去此前承诺的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也就是啊，特朗普要给乌克兰断供，不就是想逼乌克兰投降吗？这个华莱士还说啊，英国应当受邀参与和平谈判，以阻止特朗普和普京对泽连斯基的欺凌啊，让这样一位勇敢的人泽连斯基独自对抗这两位政治人物，恐怕难以得出正确的结果。泽连斯基本人也支持欧洲国家参与谈判，因为泽连斯基一再强调啊，欧洲必须参与，所以这个马克龙啊作为欧洲的代表要参与，甚至英国和德国。如果只有一个名额，那就是马克龙；如果要多个名额，那恐怕就是英国、德国要参与。这个泽连斯基提议在会谈中同时邀请2名欧洲代表，一名来自欧盟，一名来自英国。那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要求也合理啊，对吧？一个代表欧盟，代
代表欧盟是谁呢？也可能就是马克龙。这个特朗普啊，如果执意要出卖乌克兰，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这个实际上特朗普啊，这个半年多了以来的表现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他收拾一些小国家还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柬埔寨和泰国，你比如说刚果金，他这个威逼利诱，这种能豁得出去，对付小国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对付俄罗斯、对付乌克兰以及他背后的欧盟、法国、德国这些国家，这显然啊失算。就特朗普啊跟大国打这个贸易战，特朗普根本就不占上风啊。所以在调停俄乌冲突这块，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是江郎才尽。他唯一能做的啊，就是回到拜登的老路上啊，默默无闻的闷头啊，给乌克兰援助就完了，然后让欧洲掏钱，这个倒是可以的。欧盟啊，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对吧？任何掺杂特朗普个人的想法的都是幼稚，就是特朗普想这样想那样，想得美，对吧？理想是美好的，现实非常残酷。他既约束不了俄罗斯，他也没办法，对吧？拿他的过去的盟友啊，就是德国、法国、英国怎么样，对吧？他连他的老对头大国他都搞不定，左右挨耳光啊。特朗普在大选的时候说啊，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事实是啊，特朗普上任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啊增加了，让人看笑话，强行要乌克兰割地求和，土地换和平，这个恐怕连欧洲啊都没办法答应，就不要说乌克兰了。因为这个模式啊，俄罗斯它可以复制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对吧？孤悬海外，那他难道不要一个大陆桥吗？对吧？下一个目标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打完了再说，对吧？战好了，那再谈判，你都得承认，对吧？所以这个口子一开，那就是丛林社会，谁的拳头大，谁先打了再说。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啊，根据彭博社报道啊，俄罗斯银行因贷款储备不足陷入困境，俄罗斯银行业危机加剧，也就是俄罗斯的银行，对吧？可能要爆雷啊。财政部7月报告显示，国家福利基金向 VEB 和 VTB 银行注入3350亿卢布，以改善流动性。今年7个月，基金已向银行提供8500亿卢布，接近去年的4倍，这无疑证实了银行业面临的严峻的形势。这就是注水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布将达吉斯坦最大的炼油厂从俄罗斯寡头手中收归国有，没收了。6月底从马格梅德苏丹马格梅多夫及其亲属手中没收的2家炼油厂，估值约为12亿美元。此外，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新闻处报道，马格梅多夫家族价值3800万美元的财产也被一并没收。目前，这名前官员及其亲属已被立案调查，罪名是诈骗和将犯罪所得合法化。马格梅多夫多年来一直是亿万富翁，而据福布斯报道，在俄罗斯亿万富翁人数已不足150人，就是俄罗斯的这些寡头啊，一个一个的消失了，不是中毒就是坠楼，要么就是游泳，要么就是散步啊，突然就嘎了，然后他们的财产就变成俄罗斯国有资产。这个俄罗斯打仗打了3年半，俄罗斯的养老金据说都难以支付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这个外汇啊，是一天比一天少，卖不出去啊，对吧？刚送到印度的油啊，现在印度不敢接收，据说啊，这些油想卖到大国来，然后大国又不要，他就得降价，自己先降价。不管怎么说啊，这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这个收入啊是越来越少，所以说越打越缺钱。在前2年，也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业啊是高度的运转，所以军工业这个 GDP 啊高速增长，所以它整个的 GDP 增速还4%、5%，然后让这个世界银行都觉得诧异。然后这黄俄就说俄罗斯是越打越富有。现在3年打完了啊，第4个年头，在俄罗斯的军工继续加大马力的情况下，俄罗斯的 GDP 有可能要负增长，或者是零增长。这个是这个俄罗斯央行的行长说的，他们预计啊，俄罗斯的下半年的这个 GDP 它的增长不足个位数，就是不到1%，只有0.9%。那你想，第1个季度还2%、3%的增长，也就是越往后它 GDP 已经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记住了啊，它的军工业还是在它需求越来越大。你们每天造的导弹，这个无人机是造的越来越多，给那当兵的支付的这薪水是越来越多。实际上，它军工这块是 GDP 还在增长，但是它整个的 GDP 在下降，那说明什么？说明其他的行业完全歇菜，就非军事、非军工行业跟打仗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那都是一片凋零，有点像大国的餐饮行业。大家琢磨琢磨吧，全部是负增长。所以这个仗他还能坚持多长时间？特朗普纯粹是一己私利啊！他口口声声说啊，不希望看到2国死人，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拜登的战争，他不过也是为了自己中期选举啊，他只不过是为未来啊发生更大的战争啊，他在埋下伏笔。这个仗根本就没打明白，你现在让他停火了，如果各方啊被迫停火，实际上大家都在积蓄力量，对吧？要不了2年3年，顶多你特朗普
下台，你无非还有3年，双方又得大打出手，那个时候恐怕惨烈程度那比现在是无法比的，更加惨烈。关于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会晤啊，咱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